欢迎来到广汽馆，参加广汽集团的新发布会，很荣幸成为世运会汽车行业唯一的官方合作伙伴。我们更深知，唯有掌握核心科技，才能充分满足顾客的多元化需求。我们对它的定位是100万的颜值，100万的价控，100万的智能，300万。